教育部即个啥台罗音标，三足台罗音标，就是台湾罗马字音标我讲一遍，台湾罗马字音标的简称做台罗音标这个音标迄个台语咱是读做飘飘较正音，当然咱教典伊嘛有收一个标啦咱是甲大家小概讲啦，像咱较早的迄个一般拢是读飘像咱讲中原标准时间咱较早听到拢是中原标准时间所以标准其实真正是读标准是较标准啦。当然，虽然教典有收标准这个音嘛是会当接受啦但是我教就是讲咱咧较断调的音啦应该去较早的乌干那飘行风扇有无囡仔着惊妈妈吼请用乌干那飘行风扇都有什么囡仔迄个拍着惊去暗时迄个会啥着惊迄个晚呢就是迄个痉挛带青晒像我拄仔讲的遮拢是生活中捌听过像带青晒带免哪写甲带老的带敢有共甲带嘛有无讲咱来一个就随便走敢像带嘛这拢是咱民间真正拢有伫讲的话术迄个带呢敢有共还有迄个麦带讲你看这个查某囡仔安尼麦带无一个体统安尼这个话平常时拢有讲，但是呢这咱要甲学甲会好势呢，拢是爱真用心落去学好，我怎么个直接呢？对咱的音标落去教音标主要呢有分声母甲韵母声母甲韵母伫咧要讲声母甲韵母进前，咱爱先为咱台语台语的声呢这个八音落去讲台语的八音是倒八音咧主要的四个声调来，我拄则伫咧上课进前，我有直接打一个平上去入，恁有看到无我即摆有一部分因为咱有新加入的老师我要是有一部分我会照用咱的国语来讲平上去入咱台语读做平上去入就是讲声调呢不管你是迄个咱的台语也是这个华语基本的声调就是平上去入就是平上去入这个这四个声调虽然华语有讲到因的入声强要无去平均分配到其他三个声调内底这个咱今仔主题就是要甲大家讲，咱是以台语来讲那台语的一声是清清清、明明明水甲有够水的平上去入平上去入这四个基本声调，咱搁甲分阴甲阳就是这个声就是清声甲落声你看平上去入是毋是有四个基本声调，搁甲分阴阳，安尼像拄有八个，这个是说。这个是咱伫讲的这个声这个台语的八声调好即摆咱回到咱上原本足重要的基本的四个声调做平上去入平上去入这四个基本声调要领是啥？平声这个咱一般咱的惯势就是读做平唔通读做平啦。你讲老师先莫读做平，因为这是惯势语言的惯势再读做平平声的要领就是讲，伊的声讲的是平平顺顺讲平到后壁迄个是伊的平音，咱等下过来讲这个平音所以我拄仔讲，我用迄个声呢，平声迄个叫做平到木地木地戆即个迄个是木甲调感谢咱班长随甲解读来好，所以平声是什么意思？就讲你讲出来声音是平平到迄到什么意思？到就是顺顺讲出来，
频繁的倒出，频频的，迄是都是顺顺啊讲哦。过来木是唔通，饼声呢，你唔通发了伤低。过来后边迄个高昂的昂，这个先讲这个发音特定啊。咱台语读做昂，昂昂，这个读做昂甲头壳昂的昂的音同款昂就是悬的意思，高昂高昂，迄个就是悬的意思。所以甲咱讲。饼声的要领，发音的这个要领的，伫你咱大脑的语言区，你家己个爱家己讲发音呢，爱平平，莫是唔通，伤低嘛唔通伤悬，所以饼声是或者平都是顺顺啊讲木低讲，唔通伤低嘛唔通伤悬。过来咱来讲这个双声双声，这个上身咱讲做双声伊的发音的特色是高，伊的声音会调悬迄个声呢，其实伊是迄个调悬向向从啊落落来，所以伊是迄个发音是好，就是调悬音有无咱甲考起咱讲会考加袂分火有无？迄考是甲迄个考起咱遮念做好就会使高好冷烈强，就是上声的声音，伊听起来是悬，这声音呢是较猛较美节较强烈叫做高好冷烈强。过来酷声的去声的特质就是分明哀婉对这个对买当叫做对对就是讲这个酷声听起来的音是分较足清楚清清清明明明伊声听起来是降较低啦迄后边迄个哀婉对迄是降较低的意思。既然声音降较低呢，听起来当然就是不是很高兴，都有较幽怨的感觉所以这个哀就是声音降低听到低声，所以才介来讲说分明哀婉对再来入声这个上水安怎讲咧？咱台语是安怎讲听起来有当时外国人听咱台语伫讲敢若亲像唱歌咧。因为伊迄个声调有7、8声调有当时还有第9调，迄听起来就敢像去弹钢琴同款有一个旋律，有一个节奏所以来，因为咱台语你看有平声有迄个调悬音的有无双声还有向向落低还有足清足明的还有向向缩起来这个入声叫做短促短促入收藏就讲迄一声的迄个效果是短短声音是迄个促是减短意思这个促顺续补充一下，像讲咱唔通去切掉人的意思我则顺续讲咱较早无讲说讲人是好礼我看咱就照人安尼做，若无惊会去切掉人的意思。其实咱足侪人会甲误会，所以讲切掉人的意思会甲写做有无？迄个感触的触迄个啥，就是迄个触碰的触，毋是咧，是这字甲调这足重要。像遮嘛是算迄个希望稀土的词切掉人的意思就是减少了折了人家的好意这叫做切，就是短处的处这字另外，咱讲咱做人基本的道德要是爱守你若想过五逆父母，五逆天地对啥对社会大众做出想过无好的代志爱说字天地都会甲你切火收这咱常常听到切火收。啥叫做切火收？来，第一个切火收的切就是这个短处的处之字。迄个处足重要，就是减少的意思所以天地甲你切火收，就是讲会缩短你的阳寿所以这是切有迄个短的意思。所以咱入声听起来是足短，伊绝对袂像饼声袂像这个饼声咧拖长所以这字
伫遮吼，咱的读音读作促吼，咱就是毋是读作切啦吼。所以这个入声是短促入哦，伊声听个急收藏吼。哎，举例来讲，像咱拢捌听过，菊花的菊有无？我讲开这个吼，菊花的菊，华语的音听个菊，长长顺顺啊咧吼。但是呢，咱台语是读作菊，有无吼？菊菊花，你看迄个菊，迄个感觉有无？短短无？有咧，有入无？有吼。所以你啊看，你若是照这个辅音来讲吼，辅音就是咱的拼音吼。照这辅音来讲，迄个菊听起来的声，迄个菊都无法度感受着讲伊是入声的字，但是你若用咱台语一个听，菊哇水啦，一个听个知影是入声。佮亲像竹子的竹，共款有无？这个吼，国语的音听也是蛮顺顺顺竹，但是台语是读作竹。竹哇，竹是足短的吼，所以嘛是符合短促极收长的这个啥，这个吼特性吼。